没有已经确定要有什么计划是可以跟他们的？因为去年对你来讲，刚刚教官说你去年算是也算丰收，那今年有什么已经内定的计划要完成？今年还是比较看着走吧，对啊，还是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趋向啊，对啊，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啊，对啊，就希望反正都是怎么样都是希望疫情赶快好起来嘛，就是全球都是这么想，然后大家才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呀，享受娱乐啊，好好工作呀，都是这样的。那在这个前提，在这件事还在发生中的时候，就是继续努力啊。那能做什么做什么，对。去年不是小巨蛋演唱会好像还没公布就延期了，那今年是会有机会？今年预计是可以讲，有就对，有。今年是有安排啊，但是会不会延期不知道。对，因为我们档期必须要压着，不然会被拿走。所以一定要先把那个期拿下来，定金要先付的。200万要付？什么？不止啊！你不知道租巨蛋要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定金好像不，那你知道巨蛋？你知道？对，之后还要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应该不是我知道的。知道的是听某人说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。那种跟音乐相关的计划，就是音乐嘛，专辑啊，或者是音乐就是本业啊，所以一定是一直做，所以没有停下，只要有一时有空就是做音乐、写歌，然后现在就是计划写出一首歌就发一首歌，就这样子的计划。所以不会像以前就是说等专辑的数量够了再一起。这有点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我觉得第一个太慢，再来是其实有很多的作品，它会因为你整张专辑的包装而去延迟它，或者是放弃它。对啊，那我觉得现在你有作品就发，有作品就做，然后当然未来能够整合成一张一致性的专辑，那也是一定会做的事情。只是如果你就是要做专辑的话，它会被框住，它会被锁住啊，它会被锁住。那副业会有新的副业吗？副业就是新的动力。正在开发中。认真吗？是新的吗？还是认真想延伸的？不是啊，就现在不就是这样吗？我就这样想在投别的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就是能做什么做什么呀。但是我也不会说干嘛我做什么就要敲锣打鼓。对，很多东西就是慢慢自己随便，不是随便，就是默默的形容的。过年会放几天假？你过年会放几天假？那要做什么？过年跟大家一样啊，你放几天，我放几天，然后跟家人吃饭，吃团圆饭。对啊，差不多啊，不是吗？你也是这样。会打牌吗？当然没有。